小樹原本住喺荃灣西，平時都淨係覺得天空之鏡好靚，但係近日就俾錦田一個10年一次嘅盛事震撼咗。見到所有人一條心去為一件盛事，大家都係好努力咁樣付出。火化事大王雖然因為傳統我係要迴避，但係睇返朋友拍嘅片，仍然覺得好開心，可以喺呢個地區工作，見證到呢一份傳承。如果你之前錯過咗，我誠邀你1月17至到23號去返同一個地方去欣賞入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嘅竹棚。除咗有大戲睇，仲有好多嘢食㗎。喺高埔村巴士站直行就係水頭村㗎啦，所以除咗揾小樹睇樓盤，仲可以約小樹一齊去嘉年華食嘢㗎。